熱係3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加全之寶慢咗啊！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咧外邊位置超勝無敵白衫嘅，中間黃龍飛將都上啲啊，外邊紅帽啊爆笑最出藍衫呢，仲有勁進區，內欄第5位呢，仲有粉紅衫嘅呢隻就連冠王啊，橙眼罩第6有暴風之子啊，內欄呢，淺紫色衫仲有99維尊啦，咁啊外邊黑衫戴面箍啊哪吒，後邊4匹馬分別係太太精神我做到啊，尾二灰馬係寶賢得得啦，暫時殿後內欄位置紅衫藍帽呢，就加全之寶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爆笑喎，放翻出嚟跑啊！跟住第2位外邊有勁進區啊，內欄第3嘅馬呢就黃龍飛將啦，第4位白衫白帽啊，就係呢隻超勝無敵啊，跟住個第4啊，第5呢內欄粉紅衫有連冠王啊，咁啊第6位黃衫黃帽呢就係呢隻暴風之子啊，全部都一啤啤嘅喎，後邊嗰6匹馬99維尊啦哪吒啦，出邊寶賢得走喎，響個尾4啊，尾3外邊我做到啊，尾二63內欄太太精神啦。響後邊係加全之寶嚟㗎，咁啊睇個步速唔快喎，前面爆笑好鬆容咁放啊，寶賢得外邊已經走咗上嚟啦，勁進區響第3位、第4位嘅馬出邊呢就係呢隻超勝無敵啊，擁埋嗰隻呢就我做到出去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追就暴風之子啊，連冠王嗰啲馬入正咗去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外邊我做到一鼓作氣冚咗上嚟啊，中間有超勝無敵啊，外邊有連冠王追啦，入邊寶賢得啦，馬林中間追仲係太太精神啊，入邊呢就勁進區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我做到啊！外邊追上嚟就係呢隻連冠王，接近終點我做到，似乎就啱啱頂到啦。外邊追上嚟都好勁啊！嗰隻就粉紅衫嘅連冠王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太太精神，第4名係近嘅99維尊啦，超勝無敵啦，入邊仲有呢隻係黃龍飛將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我做到，終點前力壓追上嚟粉紅衫嗰隻連冠王。第3名係太太精神，第4名係近啦，外邊數入去啦，99維尊超勝無敵，入邊係黃龍飛將啊！呢場賽事霍宏星夾住伍鵬志，我做到啊！喺度爆個冷門51倍就贏馬噶啦。跑第2呢，初上程啊，連冠王；跑第3呢，就8號太太精神，第4呢，就影緊相啊！我做到季初場啊，影相好近咁啊，輸咗俾農民邊影啊、捷勇名區啊，都係好硬淨嘅對手嚟嘅。咁啊之後縮住嚟跑又未必好啱。2號、6號、8號、12號嘅暫定名次啊！寶賢得中段走11倍喎，原來係啊，就帶埋佢上嚟，我哋睇重播啦。1650大熱係3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加全之寶慢咗啊！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咧外邊位置超勝無敵白衫嘅，中間黃龍飛將都上啲啊，外邊紅帽啊爆笑最出藍衫呢，仲有勁進區，內欄第5位呢，仲有粉紅衫嘅呢隻就連冠王啊，橙眼罩第6有暴風之子啊，內欄呢，淺紫色衫仲有99維尊啦，咁啊外邊黑衫戴面箍啊哪吒，後邊4匹馬分別係太太精神我做到啊，尾二灰馬係寶賢得啦，暫時殿後內欄位置紅衫藍帽呢，就加全之寶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爆笑喎，放翻出嚟跑啊！跟住第2位外邊有勁進區啊，內欄第3嘅馬呢就黃龍飛將啦，第4位白衫白帽啊，就係呢隻超勝無敵啊，跟住個第4啊，第5呢內欄粉紅衫有連冠王啊，咁啊第6位黃衫黃帽呢就係呢隻暴風之子啊，全部都一啤啤嘅喎，後邊嗰6匹馬。